上法庭，我面對面見到呢兩個犯人嘅時候咧，好奇怪喎！我一啲恨佢哋嘅感覺都冇。正常嚟講，一個殺你個仔嘅犯人，冇可能你一啲都唔恨佢噶。寫信俾呢兩個犯人，去同佢哋傳福音，因為佢哋一定係未認識耶穌，冇掙扎，好希望有一日能夠感動呢兩個犯人。呢單案發生喺2010年嘅英國，19歲香港欖球新星何兆東被人入屋謀殺。15年過去，余仰敏講返仔仔遇害嘅事，同以往一樣出奇冷靜。18、19歲啦，嗰陣時我阿哥咧就考監獄處，佢話有女仔去㗎，你不如都去試下考啦咁樣。咁我就考咗，我係好想做社工啦，冇學歷做咩社工啫。但係入咗監獄之後咧，我哋係管緊一啲警察拉翻嚟判咗監嘅人喎。咁所以咧，我哋係好前線，又可以同佢哋傾偈，可以輔導佢哋。我覺得我都同社工冇乜分別啦，咁樣。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呢份工作。50歲嘅時候咧，我係已經睇到我嘅將來。我5年之後，我已經係退休，又有筆退休金，好安樂、好安定啦，乜嘢都唔需要擔心啊。但係原來你以為嘅嘢唔係必然嘅。咁去到我53歲嗰一年啦，咁因為我個仔女都係喺英國讀書嘅，嗰日係我放假，我同我先生都收到警察嘅電話，好突然啦。嗰陣時我仲打緊麻雀，咁跟住我老公話唔好打啦，我哋要去見嗰個警察喺灣仔嘛，即刻行去嗰個總部嗰度。咁其實係有兩個國際刑警咧，直情企喺嗰度等緊我哋。你兩個坐低先，跟住斟杯水俾你，跟住咧就先掀開個 file 就話同我講呢個男仔 Tony 走咗，呢個受咗傷入咗醫院。咁我仲問佢喎，我話走咗失咗蹤啊？去咗邊度啊？咁樣。咁我老公咧捉一捉我隻手，咁我就知道咩事啦。走咗即係死咗。當其時我即係都好冷靜，因為之前咧我媽媽咧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咁咧喺我個仔一出世咧就同佢講，佢話你呢個仔好麻煩嘅，佢又冇話俾我聽係咩事，又冇話結果係會點樣樣，咁所以我好得意喎，我當時亦都冇問喎。點解你即係我會咁冷靜咧？就係可能佢出世嘅時候，我聽咗呢啲嘢，咁到佢呢件事發生嘅時候，我話係咪要發生嘅事要嚟嘅就要嚟咧？仰敏同丈夫隨即飛到英國處理仔仔身後事，經過1年多嘅審訊。2名兇徒被判無期徒刑，同時亦披露咗整個犯案經過。呢兩個犯人呢，其實本來就係為咗錢嘅啫。咁佢屋企呢，就係一入嚟就係廚房噶啦，呢度有道門嘅，入去就立咗刀啦咁樣。跟住呢，就叫我仔落嚟，因為我仔係打欖球嘅，好大隻，佢個手臂咧粗到咧，我咁樣都埋唔到啊！咁所以咧，佢哋係驚佢大隻啊嘛，咁所以咧就插佢咯，插完之後又攞啲電線纏住佢啊，到最後佢係失血過多而死咯。主控官都有講咯，所有嘅證據係證明佢哋係有預謀，所以直接係有罪，判
判咗佢哋無期徒刑啊。咁就一個咧就判30年，一個判25年。有一次無意中做嗰啲器械健體咧，扭親少少啦，我個大髀一路咁樣腫啊，邊度都去唔到嘛。咁嗰陣時咧有幾個電視台係24小時運作嘅基督教嘅，佢有好多牧者咧去講解聖經啊。因為我仔死咗之後，我咧就開始探索人生終極嘅問題啦。人死咗會去邊度啦？佢話信耶穌得永生啊嘛，即係信咗嘅人就有永生啊嘛。咁呢個咪就係我哋終極要去嘅地方咯。講道啊，見證啊，我睇咗好多。咁卒之有一日咧，可能係神嘅時間啦。咁個電視機打個經文出嚟就係：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咁突然間好似叮一聲叮醒咗我咯，係喎，呢個世界係有一個神嘅喎。咁當其時我就信咗耶穌啦。咁信咗耶穌之後咧，啲牧者講噶嘛，電視機嗰啲牧者講，信咗耶穌嗰啲人咧要返教會啊，咁樣樣。咁所以咧，當我即係好返啲啦，咁我就同我先生一齊去教會咯。第一次接觸佢嘅時候，覺得佢一個好硬朗啦，咁啊佢係喺即係紀律部隊嗰度去做啦，咁所以即係同佢傾偈都有少少倔嘅。嗰時佢同先生都一齊返教會。我第一次聽佢講即係仔仔嘅事件，我反而覺得佢先生嗰種表達係我比較合情合理啲，即係嗰種憤恨啊，嗰種哀傷。但係喺楊敏身上，雖然佢初信啦，但係唔覺得佢有一種好深嘅恨意。我估神喺裏邊做咗一啲好奇妙嘅事，而嗰種奇妙係即係超越理性嘅。我發現其實佢唔係即係好需要嗰啲好多愛啊、好多關懷嗰類，反而每一次聽佢去重述翻一次咧，佢好似又自己梳理到一啲問題咁，所以相對可能一啲創傷嘅肢體嚟講，楊敏係比較特別啲嘅。從小咧我就跟我媽媽咧返教會，改我個名有個信仰呢個仰啦，同埋仰望神嘅意思。後尾因為我媽媽離開咗神，佢就帶住我去拜其他咩觀音啊、黃大仙啊，乜嘢都拜嘅。咁所以咧，我就離開咗神。聖經話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我真係離開咗神40年，佢都冇丟棄過我。有一日適當嘅時候，佢就帶翻我翻嚟，同埋俾我認識真係真理咯。咁所以咧，我覺得我真係需要侍奉神啊，為佢傳福音啊咁樣，咁我就去學啦，學三福啦，去院牧嗰度接受訓練啦，去醫院探病啦。雖然話佢好似俾人嘅感覺好硬朗喎，但係佢有溫柔嘅一面嘅喎。嗱，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咧，我哋成個長者團契去旅行，佢咧帶定張凳仔喎。嗱，就係俾啲老友記咧上旅遊巴嘅時候佔多一級，就再行上個旅遊巴咧就易啲，為人諗好多嘢咯。嗱，呢個係最欣賞嘅。楊敏55歲退休，同年信耶穌返教會，直到今日。佢每星期都有做唔同嘅服侍，包括以另一個身份返入監獄，同囚友分享盼望信息。多年嚟喺呢個懲教處職員呢個崗位裏邊咧，佢係會好認識咧在囚人士嗰種嘅心境、嗰種嘅需要同埋佢哋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咁樣嚟做義工咧，其實係好適合嘅。我就邀請佢咧入去一啲嘅男嘅監獄，咁裏邊咧嗰啲嘅對象咧係部分咧都係被判咗終身監禁嘅。咁邀請佢入去咧，主要咧就係佢可以講佢嘅經歷，即係從而咧係佢點樣去原諒同埋寬恕曾經殺害佢嘅仔嘅英國嘅囚犯。
囚友其實最需要嗰個信息咧，就係嗰個盼望啦，同埋嗰種寬恕。其實咧，坐監之後咧，經過一啲日子之後咧，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好內疚。咁但係透過楊敏嘅分享嘅時候咧，其實帶出一個信息啊，真係有人認識咗神嘅時候，或者有呢份愛嘅時候咧，佢可以一個完全嘅寬恕。第一次上法庭，我面對面見到呢兩個犯人嘅時候咧，好奇怪喎！我一啲恨佢哋嘅感覺都冇，我都唔知點解。過咗幾年之後咧，即係神去感動我，寫信俾呢兩個犯人，去同佢哋傳福音，話俾佢聽神嘅愛係好偉大嘅咯。佢喺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已經為我哋死喎。咁所以冇咩罪係神唔能夠原諒嘅，都寄咗好幾封信咯。咁卒之有其中一個犯人就係喐手殺我個仔嗰個犯人咧，佢就回咗一封信，佢就話佢而家咧喺監獄裏面咧，喺一個運動室裏面咧做一個助教嘅角色，係義務嘅，同埋咧佢個教練咧都好即係看重佢啦，即係睇到佢嘅改變啦。佢話即係監獄裏面都係龍蛇混雜啦，但係以前咧如果有啲乜嘢唔滿意嘅，佢已經係第一時間發脾氣啊！但係而家咧，佢識得撳住佢自己咯。咁我哋都好安慰咯。最近呢2年，佢又寄咗一封信俾我，佢覺得我係一個好神奇嘅女人喎。佢話我好感恩你咁樣不斷咁樣寄信俾我，我已經大學畢業啦，我讀咗好多課程，同時咧，我對你呢個家庭咧做咗一個好大嘅傷害，好深遠嘅傷害，係冇辦法彌補嘅。咁如果係時間可以返轉頭，我一定唔會咁做。最重要就佢同我講，佢話佢已經向呢個神認罪悔改。咁我最大安慰就係呢樣嘢，因為我就係想佢認識神啊嘛。另一個犯係完全冇反應嘅，冇回過信嘅，嗰個係主謀。即係呢啲係我預期嘅結果嚟嘅，或者佢一路都喺內疚之中，或者一路佢覺得佢自己唔應該喺度坐，因為唔係佢喐手殺人。聽佢家姐講，佢係有悔意，但係唔係佢個口講出嚟俾我聽，同埋唔係佢直接回信話俾我聽。咁但係咧，同佢傳福音嘅目標冇變過嘅。傷害佢兒子嘅2個罪犯，即係一個有回應，一個冇反應嚇。我就諗起即係耶穌釘十架嗰2個罪犯啊。原來每一個人所經歷神，又係可以好截然不同。我期望即係楊敏做緊嘅都係基督喜悅嘅事，無論聽嘅人又好，或者拒絕都好，即係神都係同佢一齊行緊呢條十字架嘅路。喺我經歷當中咧，就未試過係遇到咧係有其他信仰又能夠做到咁豁達嘅人嚇。咁我唯一咧就係話我係見到咧喺楊敏身上邊咧，係能夠做到呢一樣嘢，係因為佢有基督嘅信仰，而令到佢咧係能夠懂得去即係原諒咧係傷害過佢嘅人。咁我諗呢個完完全全即係神嘅恩典。天父恩典足夠，使我充滿喜樂，個大豐收。主你恩典足夠。有一首歌咧，亦都係我好中意嘅，就係天父恩典足夠，天永冇常藍啊！即係神嘅恩典咧，係有雨啦，有晴啦，有太陽，有月亮啊。但係佢嘅愛從來都唔會離開我哋。每日我哋都有神俾我哋嘅生命啦，俾咗我哋健康啦。我可以行得走得喎，可以跑步，可以唱歌喎，又可以做其他嘅服侍啦，義工啊咁樣，俾主使用咯。
佢帶我去邊度我就去邊度啦。記得認識楊敏當日係拍攝緊第595集《脆骨人心》嘅外展活動，佢係義工之一，好熱心，好投入。當知道原來佢有喪子嘅經歷，我哋都感到好遺憾。但係佢流露出耶穌所賜嗰份平安，的確係好有感染力。一路睇楊敏嘅故事，可能你都會諗，如果自己係佢，做唔做到唔嬲個反，甚至主動表達原諒呢？坦白講，就算係基督徒都未必做得到。咁點解楊敏可以做得到嘅呢？相信其中好重要嘅原因係耶穌喺特別嘅處境額外加添力量同埋恩典俾楊敏，讓佢可以完成特別嘅使命。聖經入面耶穌咁講：我嘅恩典係夠你用嘅，因為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軟弱上邊顯得完全。無論咩境況，耶穌都好願意托住你。不如就請你而家跟我咁樣同耶穌傾幾句啊！親愛嘅耶穌，喺我嘅生命裏邊都曾經受過傷害，有一啲我覺得好難原諒嘅人。但主，正如你赦免我，求你俾力量我，都去赦免嗰啲曾經得罪我嘅人。多謝你愛我，主耶穌。睇完今集嘅故事，盼望可以為你帶嚟反思同埋啟迪。如果你想進一步認識信仰或者得到代禱守望，好歡迎你用以下嘅方式同我哋聯絡，我哋願意成為你嘅同行者。你嘅留言一直都撐住我哋㗎，好似早前有觀眾睇完第606集幼獅甦醒之後喺 YouTube 咁講，好感動啊！希望多啲年青人睇到呢個見證分享。多謝呢位觀眾，你咁撐我哋啊！我哋一定會繼續加油，努力去拍好每一個嘅生命故事。CBN 好需要大家撐住㗎，無論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都想拜託你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你嘅舉手之勞將會幫助到影片接觸到更加多嘅人。我哋仲好想請你成為我哋嘅同行者，你可以成為 CBN 分享大使，願意向人分享我哋嘅製作，或者 send WhatsApp 短信去到64696090，表示願意收取 CBN 嘅最新消息，又或者成為我哋嘅月捐者，只要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奉獻啦。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